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第一次主动上台？我是不是没用杠？你是不是皮又痒了？我是不是又得给你一枪？主任救我！哎，你拿它干嘛？我告诉你，你还给我，那玩意儿比你岁数都大。嘿，那太好了。你告诉我，大勇是不是骗子？大勇怎么是不是？是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我不知道。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知道了还带我来，是不是故意的？是不是？我是故意的。那晚上是不是偷穿我的袜子？这和这没关系，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？我穿袜子舒服。我们上课的事儿。那你倒是顺着问呐。你说你来督促我走上人生巅峰，你带我来这种骗子的地方，你就是这么督促的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要不是为了保命，我跟你个 loser 耗着，我当我的主任多好，你还给我。loser， 你终于说实话了。还给你。哎。